位于华盛顿的维吾尔人权项目就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大屠杀12周年之际发表声明。声明指出，过去5年中国对维吾尔人的压迫已演变为种族灭绝，并强调国际社会至少应确保过去12年来逃离这种压迫的维吾尔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安全。维吾尔人权项目执行主席卡纳特先生说，国际社会至少应该拯救维吾尔难民。美国国会应立即通过一项保护维吾尔人人权的法案，观点相近的国家应拿出安置维吾尔难民的计划。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对中国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尤其是在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设立的集中营以及强制劳动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2位共同主席，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默克里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院詹姆斯·麦格文星期四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密切监视并评估中华人民共和国严重侵犯人权的状况。土耳其一维吾尔人权组织发表新的报告，揭露中国政府于2009年7月5日在东突厥散乌鲁木齐进行的屠杀和其他系统性的压迫政策。东突厥散人权观察协会发表了题为《75乌鲁木齐大屠杀报告：从大屠杀到种族灭绝之路》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揭露了中国政府于2009年7月5日在东突厥散乌鲁木齐进行的大屠杀及其所有背景。东突厥散人权观察协会网站2021年7月2日发表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中国载至2009年7月5日的政策、乌鲁木齐抗议活动如何发生、中国如何开始大屠杀、大屠杀后的中国政策、国际反应以及有关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的信息。报告还包括照片和参考书目。由于美国的限制，一直在手机部门苦苦挣扎的华为继续在中国投资芯片制造商。自去年以来，华为一直被禁止从美国制造商或所有使用美国设备或技术的主要芯片制造商那里购买智能手机芯片。7月2日消息，近日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据悉，上海阿卡思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股东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哈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为华为关联公司，由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100%控股。有报道指出，华为正在海内外大量招聘芯片人才。知名新闻网站透露，华为又投资了10家芯片相关公司。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新国家安全战略，当中需提及发展与中国及印度的合作关系，是外交战略方向目标之一。俄罗斯政府在7月3日发表新国家安全战略，44页的报告概述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优先事项。报告中指出，俄罗斯需通过减少在国际交易中使用美元，以提高其经济安全，发展与中国的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及与印度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的目标。这旨在建立可靠的机制，确保亚太地区在各个集团之外的地区稳定和安全。